今次普京嚟訪華呢，真係帶咗好多誠意。俄羅斯而家將部分嘅嗰啲軍工嘅生產線全部直接搬嚟我哋中國。咁當然啦，你要我哋中國嘅一個產能，嗰個工業體系嘅一個補給，你肯定要俾啲嘢我哋嘅啦，就係乜嘢？技術換產能呢，冇辦法㗎啦。今後俄羅斯全面依附於我哋，唔單止經濟，甚至乎係軍事。About 2024, Uralvagonzavod fulfilled two major contracts with Russia's 我 Ministry. 認為好事嚟嘅。我希望就係中國、朝鮮、俄羅斯三方建立一個全面嘅一個經濟聯盟或者軍事聯盟，咁啊犀利啦！因為你就齋講朝鮮，佢其實已經改革開放初步成功咗啦。嗱，你有睇朝鮮嗰邊嘅最近嘅動態都知道，搞得好成功，係朝鮮未來嘅經濟會越搞越好嘅，會一個質嘅飛躍。By November 2024,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嗱，咁普京前嗰排佢過嚟訪華，其實就帶咗好多好嘢過嚟嘅，嗰啲協議合同都寫下分，跟住私底裏傾嗰啲嘢都帶咗好多嘢過嚟嘅。咁就喺近排嚟講呢，海外政論圈嘅話，嗰個前輩呢，佢就透露啦，其實就佢同我同一批去收到風嘅，只不過佢講先，我之後再講啦。即係俄羅斯呢，就係將部分有啲軍工嘅生產線呢已經全面搬咗嚟我哋中國。佢唔係話就即係譬如無人機嘅生產線有50條，就其搬咗10條，佢唔係佢全線搬咗嚟，即係譬如某一個生產類別嘅嗰個生產線全部搬晒嚟我哋中國，呢個係好誇張，係即係意味著咗乜嘢？兩個維度去分析啦。第一個維度分析就係地緣衝突、地緣政治衝突，俄烏戰爭。俄羅斯普京今次真係要落死手啊！要出人力打，所以佢要提高軍事產能，所以佢就今次咁樣要將佢嗰啲軍事產能調嚟我哋中國，依附於我哋中國嘅工業體系去提高佢軍事產能。係啊，今次普京發大嚟搞㗎啦！俄烏戰爭冇你，無論你私底下你 Donald Trump 你點樣去傾和都好，同Donald Trump 同普京你私底下關係點好都好。普京今次扯到人去打㗎啦，打鳩到你烏克蘭滅國都似㗎啦嚇。咁呢個係第一個維度啦。咁第二個維度就係你冇辦法，你想要利用我哋中國嘅一個生產線，嗰個工業化嘅嗰個產能嘅話，你唯一你要俾好處我哋啊嘛，就第一首要條件就係技術科技換產能啦。係啊，以後只會越嚟越多㗎啦，即係意味著咗就係今後俄羅斯無論喺經貿即係經濟咧、軍事上、民生各種領域嚟講都全面依附於我哋中國，就好似東南亞嗰啲細國家咁啫嘛，即係有時扎跳嗰啲細國家咁樣啫嘛，係全面依附於我哋中國㗎啦，冇辦法係，所以我即係我認為以後我哋中國時不時會多啲無論係軍事領域各種領域嚟講，會多啲新科技出嚟。因為歸單到而家俄羅斯佢蘇聯解體之後留落嚟都有好多啲黑科技或者嗰啲技術或者啲專利好多嘢，即係櫃桶底下邊做好多嘢，佢可以利用係。咁到最後尾我結尾咯，我就想話中國、朝鮮、俄羅斯三方建立一個真係經貿嘅一個自貿港或者乜嘢啲經濟特區咁樣，我咁樣係想咁樣嘅係，因為傾咗好多年㗎啦，2010幾年開始傾呢個方案嘅，就係未傾成啊嘛。有時朝鮮又想提下意見，有時俄羅斯佢又唔肯咁樣。其實你有冇諗過，如果係中國、朝鮮、俄羅斯拍硬檔咁搞個啲自貿區定乜嘢自貿港，成個東北經濟會全線崛起。係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就係朝鮮而家歸單到佢改革開放初步成功咗啦。你睇住啦，5到10年嘅話，朝鮮嘅經濟體量好誇張噶啦，全部都係高樓大廈，全部新起嘅，啲馬路啲瀝青路又靚，全部新能源車、共享單車乜嘢，即係乜嘢數字化經濟全部普及噶啦。
分分鐘你去朝鮮去旅遊，你去睇嗰啲去啲景區啊，去嗰啲城市玩，仲分分鐘靚過韓國嘅，係新興國家經濟上升期，佢都好靚嘅，個城市嘅嗰個市容市貌都好靚嘅，係。所以到最後，我認為我嘅結論就係冇㗎啦，俄羅斯以後就係中國就係回歸翻到歷史嘅嗰個歷史嘅定位咧，係回歸翻到歷史嘅當初，萬國來朝啊，成個亞洲地區全部依附於中國啊，時不時過嚟嚟中國去拜一拜咁樣，去供奉啊咁樣，係呢個就係中國始終係會回歸翻佢歷史嘅當初啊，回歸翻到佢歷史該有嘅地位。但係首要嚟講，架仔打閪死個架仔先，呢個係最主要嘅。多個就唔講啦，想監作識差嘅我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